生為我哋表演。大家好，我係將軍澳分校嘅馮浩軒。大家好，我係將軍澳分校嘅林秀媛。想請問你哋今日準備咗咩表演送俾大家呢？我哋今日表演中國民族蒙古舞，仲有蒙古筷子舞。哇，咁啊可以感受到蒙古嘅遼闊同埋宏偉咯。係啊，唔單止宏偉遼闊，我哋會透過豪邁嘅舞姿，全面展現草原民族嘅奔放同熱情。咁呢時候將個舞台交俾你哋啦。葉藝森，
愛心。